大家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尤伯牧师。今天8月2号，我们要分享的是承担自觉的后果。我们要看撒母耳记上8章10到22节。我们先来看 RPG 的金句。愚妄人所行的，在自己眼中看为正直，唯智慧人肯听人的劝教。箴言12章15节。由日本作家户田弘志所著的不只是寓言，其中寓言故事《青蛙和蝎子》讲述有一只蝎子沿着河边寻找，看有没有可以过到对岸的地方。那这时候来了一只青蛙，这只蝎子就拜托他，能不能载我到对岸去呢？结果青蛙说，别开玩笑了，你一定会在中途蛰我一针，害我溺死的。那蝎子就回答说，你说这话没有道理啊，如果你死了，那我不是也会跟着沉下去吗？这时候青蛙听了觉得有道理，所以好，我就决定载你一程。当青蛙游到半路的时候，这时候青蛙觉得背上一阵刺痛，你为什么蛰我？这样你也会溺死的。蝎子说，我也知道自己会溺死，但是就是没有办法不这么做啊，因为那是我的天性啊。说着说着，这两个就一起往下沉了。这个故事教训在于，人与生俱来的性格是无法简单的改变。以色列人就是这种性格，他们知道不可以，但是他们就是要。那我们呢？我们今天是不是也一样内心刚硬呢？我知道不可以，但是还是做出来。箴言说，愚妄人所行的，在自己眼中看为正直，唯智慧人肯听人的劝教。我们肯不肯听人的劝教呢？特别是不是我们肯听上帝的话语的劝教呢？还是你觉得我做的都是对的？求上帝怜悯我们哦。我们来看这些以色列的长老来见撒母耳，他们要求立王，他们要求自己有一个王，他们是看到周遭的这些的国家，他们有王，所以我们也要跟他们一样啊。上帝对他们的请求是怎么样回应，值得我们注意哦。上帝首先指示撒母耳，他要警告百姓，可以真正了解他们这样的请求所包含的意义。立一个王意味是什么？要把自己开放给这位君王来统治。那我们已经看见以利和撒母耳的儿子们的腐败，读者们正如以色列人，我们也要去思考，所有的权力都会带来腐败的可能性。立一个王，立一个君王，把更多的权力赋予个人，就是赋予这个人，可能会冒着更大的腐败和受压迫的危险。我们从第10节到18节
可以看到这些经文告诉我们，人做王的特点是什么？人做王的特点就是他什么都要，要你的儿子，要你的女儿，要你的田产，要你的仆人，到最后连你这个人也要。人做王跟神做王是完全相反哦。而且人做王的可悲之处，就是如果将来你有痛苦的时候，再去祷告耶和华也不灵了。这样强烈的对比，能够让以色列众人醒悟过来吗？能够让他们悔改吗？今天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，是耶稣做王，还是你自己在做王？以色列百姓不肯听撒母耳的劝诫，他们说，不然我们一定要一个王来治理我们，使我们能够像列国一样，有王治理我们，统领我们，为我们征战。你发现很奇怪哦，撒母耳苦口婆心来劝告，而且给他们讲的是充满智慧的话语，但是以色列人完全不接受。你注意他们的回答是，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，使我们像列国一样，有王治理我们，统领我们，为我们征战。注意这句话里面什么讲的最多？他们说的不是我们，就是他们。说穿了就是我们，以我自己为中心。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这个样的人是不会理会上帝的哦。在他们的回答里面根本没有提到上帝。当人充满了自我的时候，不只是不会想到上帝，也不会听任何的劝诫和提醒。第8章就好像一面镜子一样，它让我们看清我们的本相。以色列人不专心倚靠耶和华，不要耶和华上帝做他们的王。弟兄姐妹，那你我呢？你呢？你要不要这位上帝做你的王呢？以色列人不顾，就是在意神怎么样看，他们要跟世界一样，他们要像列国一样。我们呢？我们是不是效法这个世界？圣经也提醒我们，总要心意更新的变化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。我们今天是不是愿意与世界一样，还是愿意照着圣经的话语来生活呢？这个世界说，只要你喜欢，有什么不可以？这个世界说，这些的道德败坏没有什么。这个世界说，如果你有本事能够多赚一点，多骗一点，对你有好处，你要站在哪一边呢？你愿意保守自己的纯洁，还是要像世界一样呢？以色列的百姓不听上帝借着撒母耳给他们的警告，他们坚持自己的想法。我们呢？我们是听上帝的话语呢，还是觉得这个可以，那个也可以？圣经就好像一面镜子，让我们仔细来思想，上帝究竟喜欢我们是怎样的样子？弟兄姐妹，你已经做好正确的决定了吗？我们来默想，你是否要人做你的王，还是你自己要做王？或者你愿意让耶稣做你的王呢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你是全能的真神，当我们全心信靠你的时候，你就成为我们的帮助。
求你除去我们悖逆的心，好叫我们专一来寻求你。我们邀请你做我们生命的掌权者，主耶稣，我们邀请你做我们的王。求你帮助我们，不要任意而行。我们很想自己做主，但是我们做不了主，做不了我们自己的王。我们需要你在我们生命当中帮助我们掌权，帮助我们能够行在神你的恩典里面。谢谢主耶稣垂听我们的祷告，我们这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订阅并给我们鼓励与代祷。我是尤伯牧师，祝福您平安、健康、喜乐。我们下次再见哦。